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30公司第几代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咱过挂过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今日早起小煞去台大病院注射站驻第2档高端预防车。咱来看上新的画面，这是早起7点15分，总统蔡英文先到台大医学院体育馆驻第2档高端预防车。总统头一档是伫8月16日时注射。人过挂月，伊即马是去做第2档。总统按照流程先报到门诊，注射了后，总统的医疗团队嘛会掌握伊的状况。过无偌久，副总统赖清德嘛伫7点45分的时，嘛去到同一个所在注第2档高端预防车。根据了解，正副总统注射时间的安排甲较早，拢是因为有维安团队人有较济，到台大病院参详了后，决定一透早就去注射，减少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还有10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这个本土病例是一个33岁印尼的看护，伊之前做过12届采检，拢是阴性的。一直到最近，伊头壳痛才检出阳性。到底伊是新案还是旧案？疫情指挥中心也在调查。国内新冠本土疫情2到拜3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按16326，印尼籍30多岁女性看护，个案伫新北市，去年2月入境台湾，今年4月开始，因为真侪届换雇主也甲去病院陪病人，做过12届的采检拢是阴性，一直到9月底，因为头痛就医，佮采检才确诊。他在5月跟6月也都有验过4次，所以总共有12次阴性的记录在我们的系统里面。那目前因为 CT 值是33.9，我们还要再搭配后续检验抗体的一个情形。另外，也新增加10个境外移入病例，其中有3个人是有突破性感染。对这个代志，专家是讲，完整做过2剂疫苗的，体内抗体甲中和抗体拢会较强，准讲去互新冠病毒感染，嘛拢是轻症。学理上来说，它就再一次的病毒的抗原的刺激，那它的抗体或者是保护力一定会再加强，被再加强过一次哈。那所以这一个再加强一次，有点类似我们的所谓的打第3剂一样的概念。另外，第10期的疫苗开放64至50岁民众意愿登记，注第2期 AZ 也甲高端疫苗，到29中度阶段，拢总有106万人符合资格，包括着89万外人会当注 AZ。第2期16万外人会当注高端第2期。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今日透早5点09分，头一批打咱台湾漂头 BNT 预防车有55万单，已经送到咱台湾。对于画面会当看到华航的飞行机降落伫桃园机场，若飞行机顶是有载55万单，打咱台湾驻屯漂头的 BNT 预防车，即马已经顺利送到咱台湾。这架飞行机是对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起飞，伫今日透早5点09分，飞到咱台湾了后，地勤人员甲预防车摕倒来，海关先完成同款的程序，随送去兵，要交互事务所进行检验。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7月伫面册表示，即摆计共有140万单 BNT 预防车会分3批送到位，今日透早的55万单就是头一批。来关心 BNT 预防车，今日透早送来啊！毋过其实这已经有去延前着啊，因为咱12岁至18岁学生囡仔伫顶礼拜已经开始咧注射，因为伫要注到大底啊，所以有一寡学校会延后注射时间，等再去这批预防车检验好势了后再摕去注。也毋过时间去延着，嘛要挖期中考。有人即摆就较烦恼讲，总讲注射了后身体无爽快，行去影响着考试的表现。伫学校甲学生注 BNT， 即马知影减30万单。台北市原本按算10月初5、初6注射的19间学校，有13000个学生无法度如期来注射。其中一间公立的中学，高中部原本定伫咧10月初5注射，高中部是初6注射。也若12至13这2天是期中考，即马佫拄着疫苗工会去签着。有一个高中部的学生讲，比其他的高中较慢注射，若延后注佫拄着期中考，安尼无合理嘛无公平。国中他们是10月也已经开打，但是就觉得延到比国中还后面还打，就非常不合理，而且还压到快要段考的时间，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考试的状态。
学校本地摆好的行程，即马规个煞乱去。疫苗注射的日子甲期中考真相晚，即马台北市的学校都要含配合的医疗因素来协调，伫学生的健康甲期中考的表现之间，找到上妥当的做法。我们是13、14号要段考，那段考有的时候小孩为了准备功课，也许睡眠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充足，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考完试之后再来做接种的这个部分。如果真的延期，我们就是12号。如果12号影响，当然是我们段考，那我们只好把段考往后延几天啊。希望尽量降低对学生的影响。不过，台北市宣布为10月初5开始，国中甲高中节开放办理校外教学。不过前提是学生都要有注疫苗满14天，因为中央疫苗工会有去签到，才延后注射的学生会当去校外教学的时间嘛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天气烧热，过道爱洗日西北风，若北部甲东部是爱洗日大影。咱做伙看云图。今日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只有伫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到了后，伫南部抑个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早暗温度即马较舒适，各地低温大约是24度至27度。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关西，敢若18度8。要提醒乡亲，明仔水气会变高，北台湾云霾较高，所以会开始落雨。东北风嘛有略略增强，所以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会开始落雨。过到了后，落雨的范围会搁较宽。若中南部的山区是爱细日落局部大雨。来关心台铁的集集路线，伫今年8月份的时，因为落大雨崩山，造成铁路袂通。台铁即马决定要开2亿6千万，甲崩坑山架拢整理过，按算明年5月份才会通车。怪手伫山坪一直乌，还有上万栋放落来的土石爱清。这是今年8月中连续大雨造成走山，灾害现场就伫台铁集集支线崩坑的顶悬，也造成集集到车顶路段停开，要坐火车到水里，还是车顶的民众，敢会当伫集集转坐客运接驳？是有一点点小遗憾啦。是坐火车的话会很 easy， 然后也可以很随性。那挤那个小巴的话就很不舒服啊，空气不好，人又多。台铁经过评估了后，决定用2.6亿来修理崩坑甲山坪。即摆现场已经围起来，嘛要赶紧来修理去互土石底甲逼起的崩坑，佮甲现出来土石赶紧运出去，减少山坪的压力。未来会用挂网箭树啊拍砖设挡土墙的方式来维持山坪的稳定，顶是希望赶紧通车。预留一些变数发生的可能性之外，希望他们可以把周遭的这个边坡的相关的工程的工序可以提早一点点那降低明年汛期可能带来一些冲击。公路总局南投公务段是讲，崩塌的所在因为挖近台16线，未来会配合台铁工程，伫挡土墙到路边护栏加设7公尺深的所在，防止石头崩落影响交通。那目前台16线路侧到既有挡土墙之间，我们还有保留7公尺宽的一个缓冲空间，来避免后续可能的一个厂方负责的工作，就是确保台16线通行的一个安全。台铁集集支线除了负责输运当地观光旅客，也是水利居民通勤的主要大众运输。集集到车顶段，一定明年5月初才会当恢复通车。山坪工程要到明年8月底才会当完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调查局进正是调查民进党的立委林大华政治现金案，严格笔录说服证人偷提去。调查局长李文忠昨是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又回失礼，伊嘛讲会依法处理。严格对调查局的形象已经造成伤害，伊是表示调查站人真多，搁散伫各地，伊嘛用树仔大丛就打击人若多就白痴来形容这件代志。来关心联合报，行政院观光发展推动委员会，长期拢是观光政策重要的搭合平台。严格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任了后，2冬来拢无开过会。行政院最近是宣布要废止这个平台，对外只是讲观光业务就是交通部负责的，若是有需要会使开下部会会议。来关心自由时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今年世界数位竞争力调查比拼。咱台湾伫全球64个国家当中排第8名，
这是比去年进步3名，嘛是咱台湾头一摆进入前10名。在关心三峡的温主公病院发生 BNT 预防射无透报就甲民众注射以外，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讲，这25个人预防射记录黄卡拢会特别表示。若这25个人敢爱做第2档，即马要交予专家小组开会决定。另外，温主公病院出包已经开始咧调查，若是有疏失，嘛会处罚。三峡温主公病院发生注无透报 BNT 疫苗事件，25个民众有10个人住院观察。新北市卫生局掌握25个人身体状况目前是稳定，其中包括新北市议员林金杰的大嫂。目前都没有状况，目前都 OK。我自己个人就是指数有偏高一点，所以他继续帮我就是再追踪详细一点，所以今天要做腹部的超音波。那我们对于这个恩主公医院呢，现在最重要的要求还是要关怀照护这些民众，保障这些民众的健康。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在人员训练，还有各种施打环节，从准备到施打所有环节如何的落实。这25个民众黄卡顶悬有特别注记，第2剂注射时间由主管机关来排。指挥中心阁讲，是毋是爱注第2剂，会由预防注射组专家收集国际注唔到个案的资料，开会讨论。快速的赶快去积极的收集相关的这个国外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个误打的一个状况，那这些误打的状况里面，他们后续的处理模式，那以及相信这个 BNT 原厂公司他们也有掌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 BNT 疫苗注射标准流程，透报了后，一般的民众注0.3毫升会有32克的 mRNA， 不过无经过透报的0.3毫升，就有152克的 mRNA， 相当是注5倍的量。医师提醒，这个事件不同年纪可能有无同副作用，一定要谨慎追踪。生物标记加心脏酵素的一个侦测，以及心电图的定期追踪，或许就可以厘清除了副作用之外，是否有我们所担心的4倍剂量的施打所造成心肌炎的风险。那至于第2剂的一个施打，可能还是回到 BNT 加 BNT， 或许就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新北市卫生局是讲，会去温主公病院实际去了解注射的顺序，现阶段优先以照顾这民众为主。对温主公病院解说 BNT 疫苗有敢若挂落去这个讲法，指挥中心是讲，都要听候新北市卫生局调查，若是确认院方有疏失，会处分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3000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77万人。咱做伙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216例。中国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16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777万例，法国嘛超过700万例。镜头来美国，美国的纽约州的新政策即马已经实施啊，是要求医护人员9月27进前拢一定爱注意风险，若无就会互死头路，嘛袂使请失业补助。那美国的联合航空即嘛要求因的员工爱注意风险，唔做就爱回去食家己。美国纽约州实施新的规定，要求医护人员伫9月27进前至少爱注过1档疫苗，若无就要去互死头路，而且领无失业的补助。We'll be nation leading with our mandate, which strikes at midnight tonight, when everyone is expected in a hospital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or a healthcare facility to have been vaccinated. 纽约实行新的政策，强制病院的护理人员、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拢爱注疫苗。到目前为止，纽约州已经有超过84%的医疗人员已经有完整注过疫苗，不过也是有1000多个医护人员无愿意注射。为了避免甲这医护人员注欠了后造成骹手无够的问题，当局已经想好配套措施。另外，联合航空宣布，除了宗教甲医疗的因素，无愿意注疫苗的员工会甲因死头路。拢总有593个人会因为安尼全无头路。这嘛，互联合航空加做全美国头一间要求员工都爱全面注疫苗的航空公司。也若伫咧未来这几年，联合航空按算要招25000个员工，也若注疫苗会列入去就业的条件内底。
Our double dose has been confirmed now at 60%. We are literally just a few weeks away from having that 70% double dose. And 12 to 15-year-olds already, 40% have received their first dose. 虽然到今还一直出现病例，不过澳洲政府是希望会当提悬注射率，才会当赶紧解除封锁令。新南威尼斯省宣布，为10月11开始，会开放已经有完整组疫苗的人，会当去酒吧、健身房、甲头毛店等等的社交场所消费。And obviously a number of things kicking at 80%, including community sport, regional travel, and a whole range of other things. And then on the 1st of December will be the final stage of reopening where unvaccinated people will be able to participate. 到时若还未注疫苗的人，恐惊会面临济限制，无法度参加社交活动。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继续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发生见效代。WHO 日前公布调查报告，讲尚无有21个 WHO 的工作人员，2018年到2020年伫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处理伊波拉病毒的时犯下性侵案，工操大。上细汉的受害者敢若13岁。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有出面回信咧，嘛强调讲一定会发。第六名世卫组织的成员涉嫌在民主公国犯下性侵害甲性剥削这行为，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日被公开来解释咧。I'm sorry for what was done to you by people who were employed by WHO to serve and protect you. 世卫组织独立小组在35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18到2020年，中非的民主公国爆发严重的伊波拉疫情，国际甲当地援助组织在各国协助防疫工作。不过，有83名的工作人员对当地妇女甲查某囡仔以发生性行为来换取工作，甚至是洗身躯水，这恶质的手段犯下性侵害甲性剥削这行为。至少有29名受害人因此有新，有一寡是被逼堕胎，上细汉的只有13岁。调查小组调查受害63名女性甲12名男性，比对工作名单了后，已经确定至少有21名的加害者是予世卫组织所请的。报告也批评当地主管稳总这代志拢无报出来，世卫组织明显存在结构性的错误。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a conclu qu'il y a eu des défaillances structurelles évidentes et une certaine impréparation à la gestion des risques d'incidents.d'exploitation et d'abus sexuels. 这个发生在民主公国的丑闻，1年前就50名受害人向同心路头基金会、甲瑞士的人权团体来揭发，也有人想到联合国规划人员继续捌在非洲国家犯下大规模的性侵事件的黑暗的历史，也搁再一摆重创联合国机构的名声，也搁形象。Donc, à vouloir juste embaucher une femme, ils ne voient que leur sexe et non pas leur capacité. Nous encourageons beaucoup l'OMS à poursuivre et à montrer à la communauté que réellement ces personnes-là qui ont abusé.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日被强调，伊家己也是对媒体报道才知影这件代志，即阵已经开除4名涉案的成员，并且通报国际机构。另外，相关失职人员会进行严厉惩处，也对世卫组织来展开改革。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那厄瓜多是爆发加剧小台的冤家冲突，目前已经造成30个人死亡，48个人受伤。警方是用5点钟才控制局面，嘛超出几种武器。厄瓜多的加剧恶管理，今年相关的冲突已经造成150人过身。真侪犯人被压制绑伫咧涂骹，警方经过5点外钟，才将这场加剧的暴动控制掉。并且伫咧加压内面查出刀啊、枪、手榴弹等武器。La Policía Nacional con elementos también de las unidades, junto con más de 400 efectivos, retomar el control y la seguridad. 这场加压的暴动造成死伤，也有犯人的头被斩断去，连警察拢受到轻伤。犯人的家属也有甲救护车动来。厄瓜多的海岸加压被认为是因国家上危险的加压，官员腐败，犯人伤多，工作人员无够，65座加压，设计人用了3万人，即马已经超收9000人，关伫咧内面的人也有人做帮派，甚至甲墨西哥几路的贩毒集团交结，毋但是有法度甲武器炸入去加压内面，也有人交易毒品。2礼拜前，一间加压才互无人机攻击，警方讲这是国际帮派之间的战争。总统拉索讲要甲刑期这版，也有轻罪犯人先放出来。
厄瓜多的安全专家费兰多·卡里昂讲，厄瓜多自2012年就加入的危机，每年平均有25件杀人案，2017年暴力情形更加严重，到即马已经超过170件。今年2月就发生过4件加入同时暴动，造成79位犯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选调，伊对咱台湾真友善，所以外国媒体即马是讲，日本的外交政策未有上大的改变，会继续维持对抗中国的立场。来关心欧洲空气歹，工业污染严重。欧洲的环保署是讲，2007年空气污染对健康甲环境造成损失，已经是达到430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13.8兆。来看2007年，北京冬季奥运因为疫情的关系，国际奥委会即马是决定讲，无要开放外国的观众入场。若运动员无注意放射入境中国，要先隔离21天。今头等下过来看咱台湾选手去参加东京帕运，摕到一个铜牌。总统府伫昨下晡嘛举办 party 的庆祝活动，邀请选手去参加。总统蔡英文有答应讲，会继续推动新障者的运动。针对帕运的选手，嘛会提出备战的训练计划。咱国东京帕运的选手陈良达首先到总统府的正门，三军仪队带着代表公摇的剑门来迎接帕运英雄。国际一摆出动三军仪队比较迎接东京奥运英雄的规格，感谢帕运英雄、教练、校训的团队甲裁判的努力。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共同伫总统府迎接这帕运英雄。在东京帕运过后，政府对身障运动的推广，对帕运选手的支持还会做得更多。无论这次的成绩是不是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你们都已经用精彩的表现证明运动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参加过6届帕运的选手林阿璇代表选手来致辞，一度紧张到袂记要讲啥。特别讲，这摆帕运互伊上感动的是感受到全台湾的温暖。更棒的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没有不同。我们一样是台湾的骄傲，我们一样是国人的荣耀。在身体生理方面，也许我们跟奥运选手有所不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想要夺牌、为国争光的心却是相同的，不曾改变过的。欢迎帕运英雄的宴会也伫三军仪队展开超大国旗，甲全员翕相了后来完成。蔡英文总统也答应会继续推动新障运动，增建无障碍运动场馆，并且启动帕运选手备战的计划，提供量身打造的培训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奎用台语接询国防部长邱国正，引起冲突。母语团体昨昏时专工去立法院门口抗议，因认为政府单位应该要培养通译人才，国家机关通译证照嘛要制度化。那立法院嘛无应该甲翻译的服务随停掉。东部通译就爱用。立委陈碧奎日前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的时阵，头一届使用通译新制，引发伤济了后，立法院宣布先暂停办理。几若个民间保机团体离到伫立法院的门口抗议，希望政府单位唔通只踏出一脚步，就要收回来。族群的通译无共语言通译人才，就是过去拢唔捌咧培养，即马应该顺即个势开始，大量有规划来培养多语言互相翻译的人才，这就是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重要的脚步，唔通因为一点点仔无顺序，就来停办。保机社团除了诉求政府单位应该培养通译人才，国家语言通译证照嘛要照制度化，而且国会、政府机关、官员等等，嘛拢应该学习善用同步翻译，强化质询效率，落实语言平权，国家才会向前一步。你看联合国伊拢同步翻译，联合国遐个会员敢捌伫遐咧冤家相拍，毋捌咧。所以同步翻译就是有透过一个咱讲缓冲期啦，有一个转细的时间，
互相会伫较冷静、较思考、较尊重对方的语言。现场嘛有不少少年人支持统一政策，嘛有人带囡仔来上顶武器的传承，阁有关注民青年表达立法院也阁无关注民的统一，希望嘛着甲族语找回来，用行动展现追求国家基建发展法，传达多元文化的声音。立法院是表示会阁重新来检讨规划、设备、甲行政院、立委等等沟通后，阁看续落来安怎安排。记者陈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上新的消息，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58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926例，台北市4867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8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4例，伫台中是207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6216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81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屏东有一个便利超商的查某店员，靠坑入来店内买物件，民众爱甲喙掩挂起来挂好，想袂到这个店员煞互拍，目睭受重伤。根据了解，拍人的这个查甫人已经拍人几届啊，精神无啥稳定，药啊阁无按时咧食。馆长潘明安是表示，已经拜托病院评估，看敢需要强制治疗。冲入去收银台，这个查甫人甲女店员的颔棍吹掉，还佫攻击伊的双眼甲鼻仔，致使着严重受伤，都爱开刀。他跟他说，应该有讲一些说，叫他要戴口罩。超商那边多人把自己的心外打开这样，结果会出这个事情，他更害怕。这件代志发生伫26早起8点外，屏东高树乡这间超商，迄个时阵，敢若女店员顾店，这个查甫人互人提醒讲爱挂喙掩，就攻击女店员。当地民众是讲，这个查甫人情绪无稳定，定定无缘无故伤人，厝边至少有6个人捌受伤。送医叫伊了，时间甲我转来，转来佫站，1点转来佫站，佫发生啊。称不满被害人态度殴打被害人，警方人员获报后迅速到达现场，制服嫌疑人。当地村长是讲，这个查甫人精神无稳定，虽然讲有就医，等下无偌久，佫出现伤人，互居民原来真困扰。精神科医师是讲，这个查甫人过去拢有稳定伫治疗，最近是妈妈较有血啊，无法度顾伊，本身佫无啥爱食药啊，建议找人互伊接受长期治疗，疗程才袂中断。他生病久了但是他的服药顺从性也不好，所以他每次都会在一段时间停药之后，开始症状恶化，然后碰到一些刺激的事情，就很容易引发的。因为社会安全网的漏失发生精神病患攻击超商店员的事件，我们感到十分的抱歉，已经要求医院务必审慎评估，朝向长期来收治来处理。女店员配合防疫政策，煞互人伤害。馆长潘明安的面册，真侪人留话要求改善治安。潘明安也出来回释咧，讲社会安全的疏失，互女店员受伤，感觉遗憾。会好强化社会安全网，国家中央卫福部来讨论强化法令。但是女店员的详细介绍是讲，双眼手术好啊，后续佫看视力是毋是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平湖对即礼拜开始，真侪民众拢发生皮肤痒、起荨膜红、起红粒仔这款状况。经过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刺毛虫引起的。因为透东北风，刺毛虫的幼膜牙飞，接触到民众的皮肤，才会出现这款各红各痒过敏的症头。患者纯属双手，一点，敢若红背仔共款，拢伫顶面甲下面的手骨。另外，这民众是颔棍全部拢是，上甲爱看医生，医生经由视线看这个患者的皮肤，高雄中基病院甲部立平湖病院合作挽距离来问诊。每礼拜二下晡拢是皮肤科看诊的时间，礼拜看诊的人数比平常时加1倍。主治医师李志宏讲，患者红疹的所在大部分在手骨颔棍这无衫裤炸掉的所在，无亲像是花草过敏。规片的情形评估是刺毛虫引起的皮肤病。皮肤的疹子来看，就是比较相信是从经过空气传播的一些毛毛虫的一些刚毛，然后因为风很大，然后所以它会吹到你的皮肤上面，那就引起很巨痒的疹子啦。
家里志宏医师相关看法的皮肤科医师袂少，官府表示，花莲自济台中加高用重建，台北万丰病院作为皮肤科医师到平湖，也有经由视讯诊疗了后，拢有相关的看法。判断是空气传播的气膜糖的幽门造成的。依据我们地方的这边的调查因为在这一阵子因为天气比较软和那我们很多的地区同时会出现毛虫较多的一个状况。那加上这一阵子澎湖开始有东北季风。官府表示，当地最近气膜糖数量确实有增加，后续也建议适当方式来控制气膜糖数量增加。不过也无多确认是倒一种糖引发的种皮肤病，只知影讲是长期生长在当地物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按算10月初8要召开会议，即马是有风声讲基本工资即届要起6%。劳动部长柯明春昨时表示，审议委员对调悬基本工资拢有共识，嘛有信心。即马疫情有较缓和，台湾部分的产业嘛持续回温，加上5倍券会带动类似的消费。政府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突破6%，嘛带动会起基本工资的趋势。若是确定薪水会起，这是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第6届起薪水，甚至即马佫有风声讲起薪水的幅度可能会到6%。我们基本工资委员在交换有关于基本工资调整的意见是，那大家大概对于调涨是有共识。不过商业总会也是持一向反对的立场，强调讲外销产业可能状况是袂歹，不过餐饮业等等类似的产业也是规个土。那起基本工资对头家来讲，是会互因更较无想要请人。服务业的这些，假使因为你的提高工资而受到的影响，包括失业率的增加，包括无薪假的增加，包括那些人不能回来上班的可能会被裁员的增加，所有一切的后果由劳动部负责。国发会主委蒋明鑫是强调讲，基本工资调整会有配套，受到疫情冲击的类似产业，对起薪水造成另外负担的部分，会由政府来吸收。针对这点，柯书博建议讲，就算确定要起基本工资，对类似的产业来讲，要是等到疫情过了后再来实施，才有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应菜真侪人爱食，大部分拢上菜的，无得上沙的。也毋过伫南投的民间新北社区，伊是用在地应菜生咸菜，将做在地特殊的口味。市面上出产侪款咸菜，用挂菜、长年菜生的拢有。毋过桌仔顶即罐是用应菜生的。南投民间乡在地出产有名的灵泉应菜，是用天然的灵泉所栽培的，口感特别脆。在地社区若推销青的菜色，即阵佫甲应菜骨生做咸菜来推销。老师伊有一个甲阮点到为止，伊就甲我讲，你可以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应菜从头到尾拢无较家己。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已经试了两次了，试一试，还不错啊。长久以来从来毋捌讲去想着讲，咱这应菜讲听我来做迄个，殊不知讲做出来，伊佫会囥，佫有酸气好食，即可能炒肉油啊、炒猪肉油啊，也是讲迄个咱用凉拌的就可以。民间乡新北社区伫县府的帮衬之下，除了青的菜色，嘛拍拼打造社区的伴手，甲规丛的应菜自头到尾拢做上好的运用。菜骨啊，生做咸菜，菜叶啊，加做只软入月饼皮。今天我们把它的梗还有它的叶子，完全都没有浪费掉，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酸菜、空心菜。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月饼，我们的空心菜月饼。指导老师林廷辉表示，利用社区做出来各种产品，会当互社区的在地特产有更加一发展，互因社区的农产有更加好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鹿谷嘅当顶乌龙茶真出名，农委会即马是伫遐设工作站，最近有举办演习课程，专间邀请在地老师傅来教，希望甲技术甲经验传承予少年茶农。南投鹿谷是当顶乌龙茶头起先出产的所在，为着确保当顶茶米的品质，2年前农委会茶叶改良场也特别设立当顶工作站，即阵愈来愈侪老茶农退休，交予少年辈接手。
党顶工作站举办4天的演习课程，要让少年地农了解做地自头到尾的流程和美感。一连规划4天的一个制茶行程，包含2天的一个制茶跟整形的部分。那第3天的话为陪茶，所以从制茶到陪茶一条龙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知道说整个的一个茶以及烘焙之后的一个变化。做地的过程是高工搁复杂，党顶工作站特别举办演习，邀请6个在地老师傅和工作站的农业专家，对地球发芽到烘地过程设计详细操作内容来教学。我还是一样是分轻发酵、中发酵、重发酵的方式，让他分别性的学习到这3种不同发酵程度的一个，给以后他们要回去做自己的茶，能够有一个新的这样子一个基本概念。茶改场办理的这个研习，可以让我们跟在地入股的这些师傅，还有茶改场的专家，他来共同研习，他来学习这个标准专业的一个制作技术。4天的做地演习课程，教学员安怎伫做地过程维持地叶的品质，老地师一步一步教，学员之间互相讨论做记录。这届做地的演习，传承过去老地师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让少年学员对做地的过程更加熟练，也加强知识和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台湾战后头一代的抽象画家陈銀輝。伊今年已经食到91了，伊一世人拢在画图，对写实、抽象到落尾发展出家己的风格，敢若用线条就当表达艺术精神。国家美术馆正式替伊专工替伊举办90回展览，带乡亲咱嘛做伙来欣赏。白色的厝体用色丰富，线条甲色彩中好嗨，阁有层次。这是战后第一代油画家陈銀輝1959年画的街景。青阴金的山岭，看到日头光照入来，也有显白的树身线条。这北嘉義公园，陳銀輝畫就是伊的故乡嘉義。我那阵我哪有人画，真写实的啦，有人就啊变形的啦。有人有抽象的啦，我那有啦。当然，到即摆抽象，到即摆写实，又阁无啥共款。战后的台湾画坛受现代甲真画主义的影响，陈銀輝的画風漸漸對美術學院的印象主義轉做抽象。1975年了吼，伊的抽象就已經發展出伊家己的特色出來。咱無就去解說講伊是毋是野獸主義啦，吼，還是立體的主義啊啥？伊迄個物件已經結合到一寡咱講表現主義啦，吼，象徵主義啦，吼。未少看過陳銀輝作品的人，攏形容伊的圖是無聲的音樂，在咧線條的律動甲色彩結合的節奏內底，聽到美妙的樂章，有淡薄仔神秘，不過介有靈性。它的畫面旁邊就有一些小小的東西，看起來其實是很可愛。你可能要看久一點，或者是看你要站遠一點、近一點，才看得出來他想要，就是在打他的作品名稱，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你唔是用你的目睭在看爾，你的身體吼，你身體其他的器官啊，你也隨着伊迄線條吼，走到那個畫面內底，老師去描繪迄個世界啊，有的是夢境，有的是文學，有的是詩意。陳銀輝最近10檔的創作，無閣再有具體的展現，伊甲真實的風景轉化做抽象的意境，像這北萬巒疊起，就是伊80歲畫，簡單用幾條簡單的線條，就甲山脈氣勢搞出來，對比強烈的紅甲烏，透過整個畫面，背景參藍。膚色甲白色，通看出輕鬆甲溫暖，也反映陳銀輝心內恬靜甲世界無情的境界。藝術是和平的啦，你用愛畫什麼款的，你就是畫什麼款的，無需要去甲人學。不求完美，可是心裡是完美的，可是形象展現出來的是一種不完美中的最完美。為着向前輩藝術家致敬。國家美術館在疫情期間唔驚艱難，用7個月的時間，抾陳銀輝150多幅圖，替伊辦這場叫《處色賦形寫上傳神》的展覽。相信陳銀輝超過70年的藝術能量，已經深深留在咱的心肝影仔。記者民警陳保羅台北台中報道。
迄款阳明高通大学应用艺术研究所的学生是结合即马上届时行的科技来控制戏红仔，甚至佫摕 VR、AR， 也佫用电子手龙来人布地戏，甲传统表演甲科技增加趣味性。用电动遥控的方式，布地戏红仔随震动起来。原来红仔内底有斗电动肌骨，每一个动作拢是透过学生手中的遥控器去控制。透过这个手把。然后坐在台下和观众一同互动，然后同时透过这个手把来控制这个布袋戏哦，然后来达到表演的活动。还这是利用 VR 加 AR 技术，手龙挂好势，镜头叮当一个，电视内底布袋戏就会当完成几啊款困难的动作。我们利用 AR、VR 的技术，然后手势的方式去不用布偶，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布袋戏。学生讲，透过展览，除了在设计过程中学到科技，嘛更较熟悉传统的布袋戏文化。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很有韵味的这个历史文化，那我们都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笔财富。团队把专工去拜访资深的布袋戏艺师，记录老师让布袋戏红仔的动作，希望每一步拢会当完美展现出来。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美浓在地当地的农会传统市场最近升级变新，即嘛是号名做未来市场，要拼观光，嘛要推广在地的农产品。你叫是来到外国的卖场，也是百货公司的超市，其实这是美浓农会超市，在地经营42年的农会超市，最近才改造完成。很有那个高档百货公司的 feel 的，到超市的 feel， 不像是那种地区的那种传统的那个超市，跟以前差太多了。真的，这样现在这样用起来比较有现代感，人家见得比较舒服，购物那种心情就不一样。这个超市的天棚是用茶设计的波浪线条，嘛亲像草泥啊，佮有花架、装潢，全部拢是用国产的日本山仔茶。改造了后，合作未来超市，是想要传达台湾的未来伫农业，嘛是永续。希望说，透过我们国产柳杉的一个推动来讲的话，能够适度的疏滑，可是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树木把它种回去，那这样可以减少的其他的一些外国的树木要进到我们台湾来讲的时候，造成的一些碳的排放的问题。超市内底嘛有一个未来厨房，饮料、咖啡、甲点心，拢用在地水果甲米制作。超市嘛有专区，拢是在地农产品。过去农会超市一年营业额9000万，即马超市毋那是超市。农会总干事表示，只有全力推广在地农产，才会当减少未来台湾加入 CPTPP 的冲击。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那经典的007情报员系列的电影，最近是出新的一集。拜二伫英国的伦敦举办首映会，演出詹姆斯庞德已经15年的英国演员丹尼尔·克雷格，伊演煞了后嘛要退休啊！那英国的王室威廉王子甲凯特王妃嘛有专工去首映会捧场。虽然天公伯无到3天落雨，007系列上新的电影《生死交战》伫英国伦敦首映，犹原是众星混集。第5遍演庞德的英国演员丹尼尔·克雷格穿桃红色的西装，皇室的成员包括查尔斯王储王母、甲威廉王子王母要来，凯特王妃穿着金色的礼服，互大家正注意。这部电影因为已经演了15个月才推出，克雷格是最后一遍演庞德。I mean, it was so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come and celebrate with all the other cast and crew, and to get it into the cinemas, and we're here. And literally a year ago, I didn't think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So. 今年53岁，克雷格演庞德这个角色15年啊，在新片内面会当看到伊骹手扭抓，出入各种惊险刺激的场合。演庞德演这么久，即马总算要甲这个角色讲再见，也真不甘。在电影拍好迄一天，伊含着目屎，甲工作人员讲再见。I know there's a lot of things said about what I think about these films and all of those whatever, but I've loved every single second of these movies, and especially this one, because I've got up every morning and I've had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you guys.
and that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honours of my life. So. 虽然伫历届庞德作家克雷格的外形无算缘投，也无够风流飘飘，不过伊用家己的风格演这个角色，也得到真侪影评人的肯定。007系列电影60年来正受欢迎，自第一任史恩康纳莱到罗杰摩尔、皮尔斯布罗斯南，每一位庞德拢互人印象真深。克雷格是第6任庞德。 伊上尾一座作品伫咧英国首映了，30台湾的观众也会当看到。所落来色人会演庞德，大家拢伫咧等。公司新闻全部面分析。天气报你知，今日日时天气小热，过道是爱西至西北风，若伫北部甲东部沿海是爱西至大影。要提醒乡亲，明仔载要变天，伫北台湾云会较高，所以会落大雨。若明仔载过道了后，热对流发展嘛较旺，落雨范围会搁较宽。中南部的山区爱西至上大雨。再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外岛是23度至33度。咱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